Namaste，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11号，公元2017年12月29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西藏三区团结极为重要。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藏人学生有可能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菩提迦叶弘法活动前期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司政洛桑森格出席斯拉寺特殊学习中心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对近期自焚事件表示关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祝贺新任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印南斯拉寺的弘法行程后，于12月22号在斯拉寺大乘法院里接见了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尊者在给予教导时，呼吁藏人要保持西藏三区的团结。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西藏境内的藏人是西藏真正的主人，虽然境内藏人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是你们要保持振作的精神。尊者表示，西藏三区要保持团结一致是极为重要的。西藏人民应该要对自己所拥有的千百年的历史而感到骄傲。我们在1959年年底向联合国申诉，但是正如印度总理尼赫鲁告诉我的那样，美国不会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交战，所以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不得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虽然中国政府一再诋毁西藏人民及文化，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保留我们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尊者强调，保护藏文对于藏人团结和存亡至关重要。中共不可能消灭一个拥有千百多年历史的西藏文化。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25号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印南班加罗尔办事处和甘丹北顶学院的联合组织下，在该市接见了2500名藏人大学生、喜马拉雅地区信众以及当地的印度学者和民众。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会上致辞时表示，日前在孟买以及哲蚌寺的一系列繁忙行程之后患上感冒，被医生建议休息，但是现在已经康复。今天在简短的时间内能见到你们，感到很高兴。接着，达赖喇嘛尊者还回顾了藏人流亡50多年的历程，并表示境内外藏人对本民族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与勇气。在努力维护西藏的宗教与语言文化。我们与其他的难民不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组织和独特的语言、宗教文化。虽然很多流亡藏人没有出生在西藏，但是我们身体里流的是藏人的血统。대도 첩시 아주 대잔줄을 이용해 배워져 있네 소스 뮤직 서구 가봐야 있네 일단 저물이 되간 그 사전 라면다 지 유럽도 아메리카도 캐나다도 오스트레일리아도 서울도 몽골이야 더 배워야 필이 서구 가봐야 있네 아주 배워서야기 민디다 지도 요말와 아주 샤자 리슨데 가다 깨서다 별로 매나야 가다 안서 샤다 리슨 위기버디 가다 배워차되게 하래 진짜。尊者还向与会的学生讲到中间道路政策，并指出，自1974年以来，尊者一直在提倡以中间道路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表示，藏人学生有可能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同样僧侣们也将会带来不一样的改变。此外，因印度佛教团体之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2018年1月5号开始，在佛陀成道之圣地印度比哈尔邦菩提迦叶金刚座讲授佛法经典。
达赖喇嘛尊者将于1月2号抵达菩提迦叶。此次法会主办单位为印度佛教团体那兰陀教育组织。从2018年1月5号至7号开始，尊者将讲授《佛说三转法论经》《佛说大乘道感经》。1月14号至16号为期3天，传授龙树菩萨的《菩提心事论》与无住贤菩萨所著的《佛子行37颂》等经典。尊者还将于1月15号和16号为广大信众传授观世音菩萨灌顶。1月16号，来自蒙古的信徒和达兰萨拉琅杰寺的僧众将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仪轨。在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记者的采访时，法会组委会负责人琅杰寺僧人丹增公藏表示，法会准备工作从1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与10轮金刚法会相比，信众会比较少，但是对于这场法会的准备工作却是极其谨慎和周密的。此次法会场地可以容纳35000多名信徒。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13名工作人员也于12月19号抵达菩提迦叶，并从第2天开始向信众展开登记工作。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000多名各国信徒登记。此外，与会的僧尼、印度信徒、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境内的信众等的宿食安排也已完成。法会登记处负责人景美介绍说，除了来自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和喜马拉雅地区的信众之外，其他各国信众需要办理相关证件。在对菩提迦叶展开弘法行程前，尊者将于2017年12月30号和31号出席在瓦拉纳西中央西藏大学召开的印度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思维研讨会，并于1月1号出席在西藏中央大学成立50周年庆典。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结束了对美国和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系列访问行程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从本月19号开始至23号，对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贝勒库北藏人定居点进行了访问。12月20号，司政作为主要嘉宾，受邀出席了由色拉寺与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联合开办的特殊学习中心开幕仪式，并发表讲话。司政罗萨桑格在当天的演讲中，主要谈到将现代教育与古印度丰富的精神知识相结合的重要性。司政表示，我们藏人已经沉浸在古印度丰富的精神知识，现在是把现代教育与精神知识相结合起来，让佛教哲学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了。司政罗萨桑格还对这一教学项目给予了肯定后，表示这一建筑的学习中心成为培养众多年轻佛学弟子学习佛法知识与现代教育的重要机构。这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心愿，因此他呼吁年轻一代的藏人僧俗努力学习佛法知识和现代文化，成为达赖喇嘛尊者经常教导的21世纪的佛教徒。色拉寺堪布丹增曲桑仁波切在致欢迎词时，感谢了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在该寺院设立特殊学习中心，为其常住僧人和当地藏人民众提供学习现代教育的方便。与此同时，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的组织下，于12月28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为近期自焚的藏人公培举行了官方祈福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全体公务员和僧俗民众参加了当天的祈福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当天的祈福法会上强调，噶夏深切关注近期自焚者公培，并重申了噶夏对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恶化表示担忧。司政罗萨桑格表示，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本月23号自焚的藏人公培进行祈福超度仪式。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龚培的自焚视频，虽然他呐喊的口号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所采取的这一抗议是要表达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实施的错误政策给藏人绝望的信息。司政还进一步指出，龚培的自焚事件显示出西藏境内存在严峻和令人心碎的局势，尤其是西藏安多阿坝地区，自2009年以来，西藏境内已有151位藏人自焚。在151位藏人自焚者里，有41位是僧人，8位是尼师，其余都是普通藏人。司政最后指出，通过此次祈福法会，我们为所有在中国残暴统治下牺牲的藏人政治犯和藏人自焚者们表示哀悼和祈愿。12月23号下午6点左右，龚培在西藏安多阿坝县噶尔登寺附近自焚，当地警方赶到现场后，将自焚者带往马尔康，晚间10点多钟抵达医院。但是24号清晨5点传出死讯，阿坝县中共当局随即通知龚培的家人前来领取骨灰，而龚培的父亲佳佳则被拘留。现年30岁的龚培为阿坝县加洛乡人，他的妻子名叫格桑拉姆，母亲叫赤多。他有5个兄弟姐妹，其中1人在噶尔登寺学习。而他自己也曾于少年时在噶尔登寺出家，之后还俗。日前，印北喜马偕尔邦举行选举，印度人民党获得胜利。人民党随即任命区议员加朗姆塔库尔为该邦新一届首席部长。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分别于12月25号和26号致函，祝贺加姆拉姆塔库尔当选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司政罗萨桑格在信函中指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衷心祝贺你任命为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作为达赖喇嘛尊者居所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喜马偕尔邦对世界各地的藏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流亡藏人民众和喜马偕尔邦人民以爱与和谐为基础，建立了密切的友谊。我希望在您的高瞻远瞩的领导下，这一友谊将会更加巩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在贺函中写道：“我衷心祝贺你被任命为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同时也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藏人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喜马偕尔邦政府和人民对藏人的支持，使藏人在该邦继承和发扬西藏的传统语言文化，以及保持藏人身份。议长还表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居住在美丽的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也在这里运行50余年。另外，我深感荣幸，您在百忙之中抽取宝贵的时间参访西藏人民议会，并会见议员。我希望在将来的时间里能再次与你相见。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加姆拉姆塔库尔于12月27号起正式宣誓就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出席了就职仪式。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